上堂课呢，就是有剩下一个问题，那我们将上堂课的问题呢，就是回复完之后呢，然后开始今天的讲述。那不过在今天下课前的15分钟呢，我们也会就是留15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对于今天课程的内容呢，要说有所疑惑的话呢，那也可以发问。那上一堂课呢，就是问到说像平值以及平值的积分，二者呢是体性一的。那这种体性一的方式呢，和总项以及别项的这种体性一的方式呢，是否是一样的？那人们切这边就回答到说呢，这两种虽然说都是体性一呢，但是它体性一的方式呢，就是不太一样。就是以我们讲总项以及别项来说的话呢，就以无常以及平值来说的话呢，那无常呢是总项，平值呢是别项。那这两种体性一的关系呢，是表示说无常法呢，它能够将所有的平值呢包含在里面，但是平值呢，它并没有包含所有的无常法，所以它们两个呢是属于能骗以及所骗的关系。就比方说无常它的范围其实比较大，那因为凡是平值呢必定是无常的关系，所以讲到说呢，平值和无常二者呢是体性一的。但是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平值以及平值的积分二种呢是体性一呢，并不是用这种能骗所骗的关系呢去做诠释，而是呢平值以及平值的积分二者呢，它会成为体性一的缘故呢，是因为彼此呢是互相关待存在的，所以他们两者呢是能依与所依的关系，由此去成立是体性一。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像是总项跟别项，那你想要说总别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凡是别项呢，它就一定要是这个总项。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平值以及平值积分的时候呢，它是彼此呢就是能依所依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平值的积分呢，平值的每一个积分呢，你不能说它就是平值，就如同呢我们后面再讲到说就是中观的论点在解释到说，像车子的积分的时候，就是车子的每一个个别的积分呢，它并不是车子。所以假如说车子它每个个别的积分呢，它呢并不会成为是车子。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呢，能骗和所骗的这种体性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如果是别项的话呢，它一定要会是总项。但是像能依和所依的这种体性一的关系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把说平值的积分或是车子的积分呢，说它就是这个巨积分的平值，或是它就是巨积分的车子。所以这两者的关系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想请问仁波切，那对于佛来说，他所看到的显现和真实状况是一样的吗？如果以佛来说的话，以佛世尊来说的话呢，他所显现的跟所显现的呢是相符顺的。为什么说佛世尊呢？它并不会产生这种就是显现以及真实情况不符顺的这种状态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凡夫呢，为什么在显现的时候呢，会显现出一切法呢都是第十成立的？那实际上呢，诸法是第十不成立的。那为什么凡夫会显现第十成立呢？凡夫会显现第十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由过去无明习气所沾染的缘故呢，所以才会把一切法呢，就是显现为第十成立。但是对于佛世尊来说的话呢，佛世尊他已经断除了所有的无明以及无明的习气呢，他皆已经无于断除的缘故，所以他在显现上的时候呢，并不会显现出第十成立。那凡夫呢，因为没有断除无明，或者说我们无明的习气尚未断除的缘故，或者说是众生因为没有断除无明，或是断除无明习气的缘故呢，所以在显现之上呢，会显现出第十。所以这个就是凡夫跟佛圣者最大的差别。那想请问仁波切，所以刚才提到那个中观的那个秩序派跟应成派的不一样，好像真的那个应成派又比秩序派还要细，因为它连自净都破除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事实上那个学习的过程就是破除每一分的那个显现境跟真实境不一样的那个部分嘛。
人们就是说没有错，就是我们在学习，就是学习佛法的过程呢，就是要了解每一法呢，其实我们所显现的呢，跟它真实存在的这种状况呢，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在修心教授里面呢，也是会有讲到，就以道次第来说呢，我们在学习道次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一指善知识的时候，那一指善知识我们讲到说要视师如佛，那视师如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呢，就是讲到说于智显现呢不可决定。就是说呢，我们会看到善知识的过失，所以由此否认掉它是否。那理路是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所显现的呢，不一定是真实的，你所看到呢，不一定是真实的相状。虽然说道次第里面所讲到的于智显现不可决定的这个理路呢，并不一定是空性，并不用把空性的这个理路呢，就是放进去。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所关联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呢，我所见到的呢，它不一定是真实的。那这个无论是用在中观的理路也好，或者说像是在一指善知识讲说于智显现不可决定呢，那这个呢，彼此是确定是有关联的。同样的呢，我们以说我们要对治贪心来好，那对治贪心的时候呢，那同样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就是我们所显现的呢，跟它所存在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乐意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乐意境大部分呢都是透由我的非理说意呢，然后去真上的安立之后，然后由此产生更强烈的贪着。但是当你了解到说我们所显现的呢，跟真实状况并不相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去争议的这个心呢，自然而然就会减弱。那争议的这个心渐渐减弱的时候呢，你的贪心自然而然就变得越来越微弱。所以透由呢，就是理解空性的方式呢，来断除烦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断除。同样的呢，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以对治贪心来说，那除了说透由这个空性的理路呢来对治之外，那另外一种就讲说透由不净观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不净观的方式呢，去对治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抑制我们就是暂时的这种烦恼，因为呢，我们去观察说，诸法呢，就是我们所贪着的这个乐意境呢，它并不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的乐意，因为呢，如果去除了皮肤之后呢，那只剩下血肉骨等等的，然后透由这种不净观的方式呢去做观察，也是可以对治我们的贪心。但是呢，透由空性的方式呢去对治贪心呢，是怎样去对治的呢？它最主要是去寻找到说，我们所贪着的这个乐意境呢，它真实的存在的方式呢，是哪样子的存在方式？当你了解了它真实存在方式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对它升起贪心。所以这种呢是透由就是根本的方式呢去断除、去对治贪心。所以空性以及不净观呢，它对治贪心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呢，想请问仁波切，对于经部中所承取的无方分呢，就是无方分围城呢，那秩序派是如何的做破斥？那这个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以秩序派来说的时候呢，他是承取说任何一个围城呢，它绝对都是有办法再继续的去分割，因为再怎样呢，你都可以分出它的东南西北方，因为再怎样去切割呢，它的东方呢一定不会碰到它的西方，所以这两个最主要的中义呢，他们就是直接是属于正相违的，因为一个是承许说就是有一个无方分围城，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围城，但是秩序派就承许说你无论围城再怎样围小呢，你还是可以去做切割的。